我叫古里巴哈尔妹妹铁，这些是我们生产的生长阿特莱斯服装。这些美丽的服装是我和同事一起做出来的。通过这些服装，让大家爱上新疆，了解新疆。去年3月份，经过村委会的介绍，我和老公从沙知县一起来到了制衣公司上班。带大家看看我们工作的地方。他们是我们一起来的乡亲们。好，来这里上班的姐妹还有很多，我们都学习到了很多东西。来压这个布，左手呢是容易受伤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用这个铁手套来保护自己。往前的时候，那个速度要慢一点。老公虽然不爱说话，但他其实是个很温暖体贴的人。现在住的房子非常好，包吃包住，宿舍的环境比家里面还好。八哥，你们好！到这来都快1年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可以，希望你们2人齐心协力啊！好，就是的。库尔勒很漂亮，逛街玩的地方很多。爱情暖心，一点点小幸福，细细收集起来，在这忙碌的日子中照亮了我们的生活。第二天不见。